岁平安，咱的礼拜就要开始，请咱将咱的手机关伫静音是飞行模式，咱安静闭慢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非常的欢喜，互咱今仔日伫圣餐的主日，也是感恩节主日，咱倒来到伫上帝面前，咱伫遮敬拜伊，因为咱的性命是对上帝来，所以敬拜伊是理所当然。所以咱倒来到即遮是对的所在，因为这是上帝为着咱备办伫世间会当敬拜伊的所在，所以这个是咱也进入伫大港节的第几主日？第二主日咯，咱今日的主题，大港节主题就是疼惜甲感恩。对耶稣伊降生了后，伊带来互咱盼望，带来互咱期待。伫即个第二礼拜，咱知影耶稣基督上帝疼惜咱，所以咱也咱的主献上咱的感恩。咱要邀请咱的国宾长老来点到2支的蜡烛，第1支甲第2支。这个第1支是伫顶礼拜第1礼拜开始，是一个期待甲盼望。即摆要点到第2支，第2支就是疼惜，咱来讲疼惜感恩。是，所以伫咱的内面，咱常常感受到人的疼惜，上帝的疼惜所以咱对上帝来献上咱的感恩，阿们吗？阿们。上帝疼甲咱同在，因为伊做万物就是为着咱，互咱享受伫基督的疼内面。这个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举起咱的双手来欢迎圣神伫咱的内面，哈利路亚。咱的心要拍开，互咱圣神充满，搁再充满，互咱所有内面是迄个喜乐的灵，甲迄个活泼的灵。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这是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三甲来祈祷来，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是要邀请咱来甲咱隔壁的兄弟姊妹。你来甲伊讲感恩节大快乐，来，咱厝边的人来甲伊讲感恩节大快乐。感恩节大快乐。哈利路亚。
内底讲，伫咱内面的必定伫世间内搁较大。阿妹，即嘛这个时阵啊，搁较济用欢喜的心来学乐伊，有真正个人用做伙来拍鼓啊！这时阵继续来敬拜，敬拜伊，以咱欢喜的心来学乐伊的名。对伊，咱就无惊吓。
稣，阮感谢你，感谢你真做咱的牧者，感谢你每一天都甲咱同在，互咱无论拄着什么代志，咱都会使赢过所有一切。哈利路亚！咱继续来享受着上帝的同在内底，信心即马运行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开我的目睭，互我要看见，你应要美妙奇异我心。开我的耳孔，互我要听见，你话有互我搁较爱你。开我的目睭，互我要看见，你应要美妙奇异我心。开我的耳孔，互我要听见，你话有互我搁较爱你。我的我要记爱你，我的我要专心来爱你，爱你的你要着因根结水，无人通比。我的我要敬拜主耶稣。我的我要记爱你，我的我要专心来爱你，永远想伫你心底，你都查到永远的主，我爱自由来敬拜你。开我的目睭，互我要看见，你应要美妙奇异我心。开我的耳孔，互我要听见，你话有互我搁较爱你。我的我要记爱你，我的我要专心来爱你，爱你的应要着因根结水，无人通比。我的我要记爱你，我的我要专心来爱你，永远踮伫你心底，你搁查到永远的主，我爱你，我专心地爱你，为你而落无沙，哈利路亚，我爱你。也是咱的强势来敬拜伊，我爱主耶稣。我爱你，我专心地爱你，为你而落无沙，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兄弟姊妹，咱有爱咱的主耶稣无？大声讲阿门。阿门。你感觉耶稣有爱你的，你讲阿门。阿门。伫这一年内面，上帝有保护你无？
哈利路亚！感谢主，互咱兄弟姊妹倒转来到伫伊面前的，这个咱拢是上帝所听的。有的人因为身躯的无方便，也是透过直播甲咱敬拜，上帝的听有缘流落伫因的中间。咱即马咱要来感谢，这一年来上帝对咱的恩典，咱大来感谢俄勒伊，感谢伊，互咱感冒的时阵，佫会当好起来；，互咱着饱的时阵，佫会当徛起来；，互咱的家庭会当和谐，这拢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佫互咱会当有快乐、有健康来趁钱生活。爱感谢无？爱感谢。所以这个时，咱要大声开嘴来感谢主耶稣，伫这一年内面对咱的听，对咱的恩典。咱开声来感谢，1、2、3，给咱来双手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俄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个人拢开你的声音，哈利路亚。咱的祈祷带到上帝面前，带你的祝福，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阮俄勒你，阮感谢你，这一年你带互阮的教会。我的兄弟姊妹，为着拢是你的恩典甲你的福气来的。主啊，因为你是施恩，你是全能的。主，我为着安尼，阮的富足，阮的平安，一切健康拢要你来感谢，感谢俄勒主，哈利路亚。阿爸天父，阮俄勒你的名，因为你对阮讲，既若敬畏你的上帝，你就要施恩伫阮的中间。毋若到伫阮的中间，主你也要伫阮的后代，迄个主爱要对阮到千代万代。主啊，伫这一年2025年，上帝你保守阮，互阮的家庭，互阮的教会，阮的工作，阮的健康，阮的家儿事业，主阮所有的拢伫你的内面得到你的保守，因为保守是对你来，阮无为做啥物，总是上帝，因为阮信你。阮就得到这个恩典，因为阮信靠你，你就成做阮的主宰。感谢主，伫今仔日感恩节时阵，主阮带着阮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当阮搁一摆俄勒的时，阮要大声，因为主啊，你供应我的一切，你是满足我的主。多谢你赏赐阮一切满满的福气。阿门，哈利路亚。咱会当敬拜主，嘛是一个恩典。你若会当举起你的手来，是趁咱活的时，要来敬拜主。你甲伊讲，对过去到将来，我拢要踮伫主的殿。来，你甲伊讲，过去到将来，我拢要踮伫主的殿。哈利路亚！兄弟姊妹，请坐。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3章第30到14节，列王记上第3章第30到第14节，咱三甲来读。所罗门听上帝上主
遵行伊的老爸大卫的命令，毋过约伫山头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去基遍献祭，因为遐有上大的山头坛。伊伫坛顶献1000只精生做烧化价。伊基遍有一暝，上主伫迷梦中对所罗门显现。上帝讲：“你爱我赐你啥物，通对我求。”所罗门应讲：“你捌施大恩，互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因为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伫你的面前生活。你阁赏赐伊无边的疼，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坐伊的位，亲像今仔日安尼。”上主，我的上帝，当你互你的仆人接我的老爸大卫做王，毋过我还少年，毋知着安尼死伫你国家。你的仆人住伫你所竞选的子民中间，遮个人民找甲袂算伫，嘛算袂了。所以求你赐你的仆人明辨的心。通判断是非，治理你的子民。若毋是安尼，啥人会当治理你遮济的人民？主真欢喜所罗门安尼求，上帝对伊讲：“你既然安尼求，无为家己求长岁寿，无求好业，嘛无求消灭你对敌的性命，只有求明辨的心。”会晓分别是非，公正治理。你无求的，我嘛要互你，就是富足、尊严，互你伫世间的日子，无一个王会当甲你比。你若遵行我的道路，遵守我的旧律甲诫命，互你的老爸大卫所做，我就要互你长岁寿。圣经共读到遮，这是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来甲咱证道。伊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你愿上帝赐你啥物？你爱上帝赐你啥物？还是今晚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特别伫12月开始，是一个值得欢喜的日子。我相信不但伫教会。嘛，伫所有的咱的社区百货公司，咱拢会当看见有真水的遮的装摊，目的就是圣诞节已经到，所以咱真欢喜会当做伙一遮做伙来敬拜。伫牧师还未甲咱分享这段经文的大声，咱要来一遮甲主同坐倒。所以咱备办咱的心，欢喜来到主的面前，嘛请咱的小学员来做备办。欢迎今仔归属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正做教会的成人陪参者的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拢会当同心合意伫遮来，互咱的主欢喜，就是咱做伙一遮来甲主同坐倒，搁一摆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搁一摆求伊的保护会当洗清咱一切污秽，互咱会当搁获得上帝所欢喜的敬义的样秀。通伫咱的生活，伫咱的敬拜，伫咱所有一切顶面，拢会当应现伊的性命。所以这时阵，咱要来照保罗所讲，伊捌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讲主耶稣，互咱袂迄暝，伊有摕饼来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伊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然，耶和华上帝以丰盛的恩典，甲咱众人同在。咱要学主的款式，
咱大声为着咱本身，也为着饼甲杯，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早起，虽然天气有一点仔会冷冷，总是阮会当平安到遮，要来敬拜服侍你。也阮透过诗歌，透过阮的敬拜团的带领，互阮的心开阔。因为阮学了你的时阵，阮的灵就甲你结连。阮相信你的宝座设立伫遮，看你的百姓的学了，你嘛欢喜感纳阮所献的一切。多谢你。就是遮听阮，愿意伫阮的中间继续显露你的同在，也继续显明你的权柄，佮施恩你的恩典伫阮众百姓的中间。伫今仔日的进程，阮既然有得罪上帝你的，得罪人的，对家己无好的，主啊，求你来赦免阮，特别耶稣基督的宝血，佮一摆来洗清阮，互阮再做悔改。互阮伫你面前会当讲，主啊，多谢你，因为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罪过，你拢甲阮洗清去，亲像洗一般样，互阮伫上帝的面前，通得到上帝的欢喜。多谢天父，才听阮，也为着阮备办今仔日的宴席。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时阵，咱来请咱的长老来服侍。咱嘛请安那传道书来到三工你对教义厅对教义厅。请咱备办咱的心，伫主的面前，搁一摆，甲咱的祈祷祈祷。因为耶稣确实伫十架顶，就是为着咱赔了性命，也互咱会当搁一摆透过伊所付出的，咱更加深知，这是上帝的恩典伫咱的中间。有人有未刻到的无？未刻到的，未刻到的，请举手一个哈。咱甲这个透明的膜甲伊拍开，将这个有表耶稣基督的身躯的饼，大家刻起来，互有事来了解，咱拢已经完成哈。感谢主，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你我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说接咱来个这个蓝色的膜
来慢慢甲拍开。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耶稣基督丰盛的救恩临在伫你甲你的家。咱搁一摆伫主的面前，咱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上帝，也是怜悯阮的天父，阮着谢你，互阮透过这个饼甲葡萄汁，搁一摆甲耶稣基督结连，因为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也透过这个宴席，通互阮深知，阮是受恩的囝儿，阮承认阮的过失，你就赦免阮。因为天父，你有无限的怜悯，当阮越头看你的时阵，阮就知你已经用你的双手摊开，伫等阮倒来到伫你面前。你要甲阮抱，你嘛要安慰阮，拭去阮的目屎，也要顾阮一切的伤业，互阮会当恢复健康，搁伫你面前甲深信上帝啊，你的权能拢伫你的囝儿、查某囝的身上来得显明。特别，阮来到伫你面前，甲你同坐倒的时阵，上帝求你，你用你的权能运行，透过圣神的帮助，互阮深知，阮心内的快乐，阮生活的重担，拢会当放下伫你的面前。也阮身躯的软弱有病痛的，主啊，阮奉你的名，耶稣基督的圣手，要扶持，要做医治的工作，要互你伫生活的中间，会当去经验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是真国外的上帝。多谢你，今仔日伫阮的中间，不但显明你疼阮，透过十字架拍破你的宝体，流出你的宝血，你也要亲手来做医治的工作，互阮脚软的会当得到勇行，互阮心艰苦的会当得到头棒。互阮的五脏六腑有病痛的，主啊主啊，阮恳求你来医治阮，互阮搁经历上帝耶稣基督，你是大医生。多谢你，互阮有这款的信心，阮就要得到，因为阮所求的，若下你的旨意，你拢要成。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主恩典，咱伫12月中间，也是教会每一年有6摆的圣礼典，咱伫12月也透过圣礼典，搁一届咱来甲主堂结连。我相信这不但搁一摆来表明咱是归属耶稣基督的，也搁一摆会当互咱兄弟姊妹透过圣餐，咱拢真清楚，咱彼此拢是集体互相帮衬、互相扶持，来建立上帝所应允互咱的迄个荣耀，搁有大有快乐的教会。阿门。你有相信咱永光教会是荣耀搁有大快乐的教会无？阿门。哦，这是咱过去20年来，咱甲上帝所求的咱每一礼拜总是安尼来宣告。咱要建立一个荣耀搁有快乐的教会，我相信咱拢做伙一只经历，也因为每一届咱一只敬拜，每一届咱用心的学乐，我相信上帝就是欢喜，降咱伫遮，亲像芳芳的坐，献到伫伊面前，互伊欢喜。这是咱回应上帝的听，回应上帝的同在，咱所理所当然爱做的一件代志。所以感谢主。特别伫这个节期中间，愿上帝来帮助咱哦，好无？咱搁一摆来宣告哦，好，来，预备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
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明灯，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是，咱受装备，就是要针对福音的使者。咱愿意委身伫教会，也愿意受基督的呼召，找肯等于到伫咱的厝，等于靠伫咱工作的所在、生活的所在，任何的这个场合。咱拢诚做福音的使者透过咱所讲所做来做见证，也透过咱所传的福音，我相信因带人来归往伫上帝的面前，这是咱上欢喜的一件代志特别今仔日，咱第二堂的时阵哇，咱有成人的洗礼10个儿童洗礼嘛10个呢，哇所以是真丰盛佫有要归属咱。教会的遮个对他教派来，伊嘛要搁一摆来委身所以咱今仔日大概有28个人伫第二堂的时阵迄个时间会真长所以咱感觉愿意搁参与即个欢喜来祝福因，来迎接因，咱嘛会当第二堂留咧，大家做伙来这是一个教会内面，值得咱欢喜的一件代志。当然，咱的教会有延长这个感恩节的奉献主日，就是伫今仔日。我相信咱拢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回顾过去一年上帝安怎会带领。但今仔日咱献上感恩的祭这是你我用实际的行动来表露咱回应上帝的听所以特别伫这个感恩节的中间，也求上帝帮助咱对伫未来的一年。互咱更较有信心，因为回顾过去的时阵，毋是逐人，毋是一帆风顺无啦，对无？总是伫迄个病痛、软弱、艰苦的过程中间，咱有一位上帝通倚靠，这确实厉害，对无？若无，咱若是孤孤单单、悲悲惨惨，无通倚靠，哇！那安尼咱的生活，咱知影就会陷落一真艰苦的中间。总是因为有这位上帝。有这位耶稣应允咱，讲伫这个世间有苦难，总是咱通放心，因为伊较赢过这个世界，所以因为安尼，咱的心就搁较会当得到伊的欢喜。所以感谢主，咱伫今仔日会当做伙一只来敬拜服侍伊。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牧师会用真短时间就要甲咱来分享这个题目愿上帝赐你什么你有所期待无？牧师讲请问你即摆现在这个时段，你期待上帝赏赐你什么？你想一下看卖咧，那你这个阶段，你感觉你期待上帝你赏赐你什么？嘛会当搁问一解你感觉你求什么，上帝会应允答应你？这个搁一解问家己，咱所求的是什么？咱所期待的是什么？总是咱知影。伫咱的一生中间，每一个坎站有每一个无共款的需要甲期待嘛，对无？所以咱若是安尼，就会当搁放较长来思考，就是伫咱一生中到底咱要求什么，咱会当成做一个上帝帮助咱上介好的这就是你我会当思考的。每一个人的答案无共款，总是却会当伫。这个感恩的节期的中间伫这个期待耶稣降生的中间，咱会当来思考咱看所罗门王为什么伊会当建立一个上界富裕强盛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其他国家这君王这重要的亲这人士，拢就爱来听伊讲话？为什么？哇！这个为什么？咱就会当伫今仔日的经文，咱所了解，咱会当来看见。总是牧师要提出一个，互咱思考的，到底是上帝赏赐所罗门王显得丰盛显得强盛，到底是因为所罗门王足有智慧求上帝意爱，互上帝感觉讲这个囡仔可处大大祝福，还是讲本来上帝就要预定伊祝福伊，互伊成做。这个上帝竞选设立的以色列这个国度，成做一个
共生的。所以伫即个中间，上帝拣一个人来成就即件代志，到底是啥物原因？咱会当无共款的想法，对无？咱会当去思考即个答案到底是啥哦？我相信伫今仔日，咱嘛会当来思考哦，吼。所以你甲隔壁问讲，即马你上期待上帝互你啥物啦？来，你上期待上帝互你啥物？啊，你爱家回答哦。隔壁，你爱听着隔壁甲你回答，甲你应答的哦。哎，啊未甲你应答的举手。OK， 好。啊来，啊隔壁甲你应答的哦，隔壁甲你应答讲，啊我爱健康啦，安尼有无？隔壁甲你讲，啊我主要是爱健康有无？哦健康哇真济吼，佮有甲你讲，问讲，啊我着爱食好佮困好有无？啊有迄个讲，啊我着需要一间厝有无？忘记说了哈，还来得及。啊，我着要嫁翁呢吼，有无？吼，啊，我需要一个某，哇，这大家人无共款吼，总是咱有去感觉无？这拢是阶段性的物件，敢毋是？吼，咱所想的拢是阶段性的物件，敢毋是吗？吼，无论安怎，你求健康，最后咱嘛爱搁等于祖家祭天父啊，吼，对无？吼。啊，所以当然，咱是期待咱活的时阵，咱会当出入真平安，好，真自在啊，互世事毋免烦恼。当然，这是大人的心意，吼啊，听世事的一个期待，这拢会当求无？会当无？会啦，拢是会当求啦，敢毋是嘛？吼，所以咱伫信仰内面，咱总是有存着即款的愿望，这对咱来讲。对上帝会讲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今仔日就咱透过这个经文，牧师要甲咱来思考。第一，就是一切拢是运费哦。所以一切咱若经历知影，一切拢是上帝恩典，拢是上帝赏赐的恩惠。安尼，咱是会用敬拜、诚心的俄罗伊来回应这个啦。吼，这是理所当然的哦。咱圣经安尼甲咱讲，所罗门爱耶和华听，爱耶和华遵守伊老爸大笔的律例。哇，这句话亲像在甲咱讲，所罗门王为什么上帝讲你要求啥，我互你？亲像这句在甲咱讲啊，就因为伊爱耶和华上帝，爱敬拜伊啊。这是咱一般的想法，总是更较深来思考的时阵。敢一定是安尼吗？敢一定是安尼？这个是会当思考的一件代志哦。不过无论安怎，伫圣经内面却甲咱讲，所罗门王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动作，透过这个动作在回应的是安那？上帝先听伊啦，是因为上帝先听伊，伊较知影听上帝，敢毋是？这理所当然。啊，无伊即摆坐伫倒？伊是坐伫国王的座位的顶面呢，吼，所以咱看申命记者就真清楚甲咱讲，摩西甲以色列百姓讲，以色列啦，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真心、真性、真力听主你的上帝，阿门。所以，互咱会当真深深体会，当咱认捌这位上帝的时阵，咱知影伊听咱是赢过咱听伊。若是安尼，咱听伊是因为咱伫回应伊的听，所以咱真心伫迄搭遐来侍奉伊。所以经文就甲咱讲，所罗门王伫基遍的所在献真济牛羊，对无？哇，1000只的牛羊，哇啊！有新来家的人讲啊，迄应该是一个表达的一个数字啦，表达济的一个数字啊。总是无论安怎，咱拢会当知影，透过所罗门伊即款的奉献，当然伊毋是诚做祭司去奉献，毋是，是伊甘心乐意献伊遮个祭司哦，遮个精神来互祭司表露伊的听上帝的回应。这就互咱想到，雅各伊离开伊的老爸的家的时阵，爱逃闪伊的兄哥
所以去到伫旷野，然后伊暗时用石头做枕头，有无？哇！然后伊就看见有天梯对顶面落来，有天使对下甲顶，对顶甲下，就迄只起落落。然后上帝伫梯的顶面，伊讲话，有无？哇！我讲迄个时阵，较发现一件代志，原来我所信的即个上帝，毋是干那伫我老爸的厝尔呢。我去到伫倒落，原来即个上帝拢甲我同在呢。哇！伊对即个信仰，对原来伊厝所信的即个亲像家内所拜的神明，倒转佮重新来发现，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永远甲咱同在的上帝。这对伊来讲，有一个真极大的一个提醒，嘛对伊的信心来讲，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哦。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安尼，咱就来了解讲，亚华上帝甲所罗门讲，你愿我赏赐你什么？你会当求啊，你会当求哦。哇！然后伊就讲，伊求，伊讲，所以求你赏赐我智慧啦，因为你互我赏赐我老爸大笔遐得济个即个国度遐济百姓，我一个人真正无法度。照圣经来看，话是讲伊迄个时阵可能12岁尔，总是话讲无啦，差不多20岁左右啦。因为后来伊就紧娶某啊嘛，对无？佮娶足济某，毋是嘛？哇！这实在后壁迄段咱茫甲看，迄段毋对，咱茫甲看总是咱会当看见，伊真正是谦卑伫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所以伫迄搭遐，伊讲求你赏赐我智慧。当然，咱前头读白话语，台语有真清楚，甲伊翻译出来。智慧原来意思就是有听的心啦，会当听人讲话，会当分别是非的心这是真重要。所以所罗门王所求的是啥？会当去明白这个真理的心，也会当透过这个心，会当来判断是非，会当主持公义，来治理上帝交托伊的百姓。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伊要求的是家己的利益，伊求的是上帝予伊的这个使命，伊免会当去执行。哇，这是真特别。所以伫即大家，咱就求上帝，互咱有即款的深信，咱选择上帝，咱就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阿门。是，咱若选择上帝，就成做一个有智慧的哦。第二，甲咱讲的，牧师甲咱提醒的，就是无求家己的利益，只有满足咱的上帝的心。这是看见就是安尼。所以伊所求的，耶和华上帝真欢喜哦。讲你既然求这个事，无为着家己求，长岁受求财富，无求要灭这个对敌求仇的性命，干那要求智慧，会当来听百姓的分数，安尼我就应允你所求的。哇！其实伫这个感动内面，上帝早就赏赐所罗门有智慧啦，是不是？所以伊会晓去分别什么是上帝所托付伊的，伊要成就这个，要安怎会当来行来做，才会当合上帝的心意。总是上帝因为伊的这个选择，就更加赏赐伊盘过一切的人的智慧哦。这是真特别的哦。伊讲我赏赐你的聪明智慧，甚至伫以前无人像你，伫以后也无人像你。所以圣经学家就安尼分析讲，只有一个伫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的智慧赢过所罗门，就是耶稣基督。圣经有记载，就是耶稣基督，其他无人亲像所罗门遮尔的有聪明智慧。哇！这互咱会当来了解。所以上帝就讲你无求的，我嘛要赏赐互你，互你有富足。互你有尊荣，互你一世人这个在世的日子，伫列国的中间，的国王无人，会一个人会当甲你相比的呢？哇，这是真特别。总是后来这句嘛是真有一个意思哦。伊讲你若学习你的老爸大笔，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命令，我要互你长岁寿。
哇，伊甲即个灯火秀，即个搁一个但书伫即个中间，兄弟姊妹，是，这就是上帝甲人契约的中间，搁一届倒转来，迄个基本的条件是啥物？是毋是咱有遵行、有持续伫即个真理来遵行上帝，互上帝欢喜啊无？这是真重要。所以遵行上帝是上界好的选择，阿免。咱甲隔壁讲，应跟上帝是上界赞的动作，来。是哦，所以当咱敬拜的时阵，咱手举起来对无？哇，咱就是要应跟上帝，一切荣耀归互伊对无？互上帝看，讲上帝啊，你看，你创造我是空空的，啊，即摆我有的拢是你赏赐互我的，所以我要甲应跟归互你，阿免。哇，这是一个咱敬拜的时阵，啊，咧举手的一个意思之一咯。哇，互咱会当真清楚来了解吼。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去体会。伫这准备的过程啊，感恩的过程，我就想到我的老母周丽华长老。我的老母伫鼎金教会创设的时阵伊就参与伫这个中间。所以我的老母伊伫鼎金教会有做执事4年，做长老24年。后来我的大兄会当来担当来奉选做长老的时阵，伊就讲安尼，我就让互我的大囝互伊会当参与伫长老的职来服侍上帝。迄个时阵，伊就无搁互人选做长老。若无照你讲，伊可能会当做长老做30年以上。所以感谢主，伫即个过程内面，伊的信仰真做阮初人就甲上界大的一个祝福，嘛是阮今日时世学习的一个对象。互我印象上深的是啥物？鼎金教会在初建立的时阵，哇，要去教会，要去教会的时阵哇，就买着一块地哦。买一块地了后，伊就甲阮即个时阵真细汉，就甲阮讲，教会若有买着地上帝就互咱的厝嘛会当买一块地哦。上界好就会当进教会。伊就安尼祈祷讲，上帝阮嘛需要一块地啦，你就互阮会当进教会，安尼阮今日是细汉要去教会，是毋是较方便？哇！伊就安尼祈祷哦。然后教会真正有买一块地，真大地的地。阮厝里买地的时阵，都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伫教会边差不多隔3间厝，搁一地是较好的因为阮的厝当时的厝边隔壁差不多附近拢拢是田哦，较老个咧，其实是伫湾仔内面。咱若高雄有识个知，湾仔内几条路拢当时三民区上老个的所在。有一间厝，因感觉迄个介绍甲即个地差不多，因会当选择。总是最后，我的爸爸妈妈是选择教会较近即块地。即块地因为拄好伫麻风病的隔壁，无人敢买。讲迄拢断骹断手的，埋伫迄水窟仔内面咯。水窟仔伫阮厝的后壁边尔哇，拢安尼讲总是因为安尼有较俗买着。妈妈就搁讲教会若起礼拜堂了，咱较来备办起礼拜堂，因为因感觉安那，因安尼较会当专心来奉献专心为着教会来祈祷，所以就安尼来成就，然后阮的厝就安尼来起来，连续2摆鼎金教会建堂，拢拄好阮的厝要起新的厝，拆起来要重起，拢共即个情形。所以，互我感觉，我的时代人因的信仰实在是互阮真好的一个学习。我上届印象深的是啥？我4岁的时阵搬来新的厝的时阵，我的妈妈就甲我教，讲信用你逐日祈祷，你拢爱求智慧哦，你拢爱甲上帝求智慧哦。逐日带我祈祷，我就爱求上帝你互我有智慧，真正有一个智慧的囡仔毋过我甲恁讲，我迄个时阵逐日安尼戆我求读高中过的时阵，发觉讲我也无有智慧，因为我考试拢袂赢人。会感觉讲我求智慧求到倒去安尼
因为拢爱甲厝里斗3工，挂草互牛食。阮兜3只牛吼，下课转来就是去做遮个工课吼，做了就得拄久吼，写功课都写无啥会完吼，这是我过去的生活的一个过程。毋过后来，当我要读神学院是进前，阮的老母、阮的兄哥较讲，上帝真正互你有智慧哦，因为安那，你的手是咱兄弟姊妹中间，你的手上巧的、上卡的。你做啥物代志，拢安那学了足紧，做代志的咩角，上帝这真正是互你智慧。我发觉讲，我求智慧是有呢，毋是无呢，吼。后来读神学院，读册无亲像过去喏，即马知影读啥物，所以哇，读了真认真咯。我读迄个大二神学院的时阵，嘛是头前3名来毕业的呢，对无？哇，所以我就感觉讲，感谢主，是咱所求的，若合上帝的心意，我相信上帝就欢喜。后来即件代志嘛鼓励我，互我有信心。阁有一个附近人，甲我斗3工，鼓励我去读神学院。当然已经加我嘛，吼，对。所以后来我就用安尼来行我的即个一生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若要讲求智慧即件代志，伫我的身上，我会当见证。是，咱求的若是要讨无上帝的心意，那安尼上帝一定祝福伫咱的顶面。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更较深深去体会，是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何等值得咱信靠的一个上帝，也上帝嘛会帮助咱，互咱伫每一件代志里面，拢会当超出伊。所以伫细汉我服侍的过程，有时伫教会真孤单，毋过我感谢主，互我会当去经历，会当服侍上帝，是一件上水的事。所以照诗人所讲的，大笔所写的诗有一件事，我捌求耶和华，我永远地超找爱得到，就是一世人住伫伊的殿中，仰望伊的荣耀，伫伊的殿内来求问伊。阿门。是，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即搭遮用信心来眺望头前的道路，来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过去一年的带领。这对咱来讲，拢是上界好的祝福。所以咱要求的，绝对毋是现阶段的物件。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求的是迄个永远的，伫永远的国度内面有价值的，是会当帮助祝福咱的行行顺顺的。这较重要，对无？这绝对较重要咯。所以咱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来想事这个。所以圣经安那记载。后来就安尼写讲，上帝赏赐互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甲慷慨的心，亲像海沙安尼，无法度测度啦。哇！所以就咱伫第4章就看见上帝赏赐所罗门王是偌济，对无？就是上帝照着伊的应允来行即件代志哦。所以愿上帝帮咱，伫今仔日要。咱举行感恩节的节期的中间，也互咱会当更较深深，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时阵，也用行动咱来表达，咱是听上帝、回应上帝的听来的人，对无？所以耶稣讲恁着大圣，恁着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件拢要说互恁。阿门。是，这就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以咱做伙来讲，我愿一生一世敬拜服侍荣耀主来。我愿一生一世敬拜服侍荣耀主。愿上帝帮助咱哦。好，来，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搁一摆来。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哇，真好的一个这是摩西的诗对无？好，咱会当做伙来，这时阵咱要来吟一条新的歌，要诚做感恩节奉献的一个诗歌吼。这条诗歌是韩国的诗歌，翻译做
中文，牧师甲伊翻译做台语。咱今仔日会当先来听来学习无吼？等下咱要透过这条诗歌继续引带咱，互咱到台前来奉献，表达咱对上帝听的回应。愿上帝帮助咱。享受的所有一切，我的人生经历每一个路程，我一生所行过每一个脚步，不是理所当然的，拢是运费。我的生命享受的所有一切，我的人生经历每一个路程，我一生所行过每一个脚步，不是理所当然的，拢是运费。继续，因我早起出现的阮是落去，春天青芳的花，秋天的果子，春夏秋冬变化的每一时阵，不是理所当然的，拢是运费，一切拢是运费，运费，运费，无限的运力，生命中所有一切拢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拢是运费，主的运费。搁第二节咯。这个土地就是重大的我，在我细汉的时阵，直到现在，我放弃了生命期待的梦想，不是理所当然的，拢是运费。我会当正做上帝宝贝儿女，来甲主保做前进来学乐意。我会传扬耶稣福音的祝福，不是理所当然的，拢是运费，一切拢是运费，运费，运费，无限的运力，生命中所有一切拢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拢是运费，主的运费。咱过来，咱要来开始做感恩节的奉献，请咱用这个咱的周报，也是咱早就准备好的感恩节的奉献地，咱将金钱来落伫这个内面，咱然后要对中起来吼，咱要继续唱的时阵，请咱大家起立来唱，然后对头前对山边来登去吼，好无？请兄弟姐妹起立，咱要来举行进行咱感恩节的感恩的奉献，愿上帝帮助咱用感恩的心回应过去一年上帝的带领，来用行动来表达咱信靠伊。阿门。未来一年，咱相信伊的稳定教育咱用。阿门。好不好？咱个念的时阵，咱就开始今仔日的感恩节的奉献。咱做个来念。我的生命享受的所有一切，
所当然的拢是阮为。伊头早起出现的阮是落去，春天清芳的花，秋天的果子，春夏秋冬变化的每一时阵，不是理所当然的拢是阮为，一切拢是阮为，阮为，阮为，无限的阮的，生命中所有一切拢是理所当然的，一切拢是阮为，主的阮为。一切苦的主是重大的我，在我细汉的时阵直到现在，我放弃的使命，期待的梦想，不是理所当然的，拢是阮为。我会感谢做上帝宝贝兄弟，我来高做做前敬拜阿罗伊，我会传扬耶稣福音的祝福，不是理所当然的，拢是阮为，一切拢是阮为，阮为，阮为，无限的阮的，生命中所有一切拢是理所当然的，一切拢是阮为，主的阮为，咱再来吟，一切拢是阮为，阮为，阮为，无限的阮的，生命中所有一切拢是理所当然的，一切拢是阮为，主的阮为，一切拢是阮为，主的阮为，一切拢是阮为，主的阮为。自阮回顾阮过去的一年的年日的时阵，阮搁算搁笑，阮就知这一切拢是运费。你互阮有无限的恩典，伫阮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无论是阮身躯的健康，阮的家庭的和谐，阮面对各种的挑战，伫过去的一年中间，有无数靠阮家己袂当得胜的，就是阮求你就应允，阮求你就做成，互阮求搁较有信心来求。所以阮今仔日徛伫遮，用阮实际的行动，也用阮甘心乐意的奉献，表达阮对你的疼。多谢你，因为你大声疼阮，通互阮会当疼你，也会当彼此相疼。愿上帝你祝福，也感纳阮所献的伫你面前，互阮所奉献的，藉着你事工的使用，也帮助阮的教会，佮家伫你面前领受更加丰盛的祝福，更加有广阔的境界，继续承受这个福音的使命，往前来跑走，将一切荣耀归乎你。愿你将平安、喜乐、健康、祝福放伫阮每一个人的路径的顶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
感谢主的恩典，互咱家庭，互咱会当对伫即个感恩节献上咱的感恩，非常的感动。也看见上帝祝福咱永光教会的兄弟姊妹，互咱伫主的内面是充满迄个活力甲喜乐。阿门。伫新的一年，上帝要搁加添迄个福气伫咱的家庭，互咱每一个人拢得到健康。阿门吗？哈利路亚！咱即时咱要来看教会的消息。咱小等一下第二场，咱有侪兄弟姊妹要来洗礼所以咱等一下咱的牧师以及咱的长老爱到伫教育馆遮来甲遮要洗礼来三甲熟悉来，咱消息，OK 吗？咱来看周报。好，来，不要紧咱来看周报咱今仔日是圣礼典等一下有洗礼，有侪兄弟姊妹特别今仔日真咱伫过去咱的教会伫今仔日有洗礼一对的夫妻是聋哑的聋哑的夫妻遮有真侪囡仔要受洗礼遮个囡仔是安怎来？就是咱即马有星光班对吧？咱的星光班有侪遮个家庭的囡仔，因来下课了后就来到伫咱的教会所以后来因囡仔讲因要受洗礼所以父母就对因来受洗礼好，咱的荧幕好势OK 了好，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会当，因为囡仔来读咱的星光班、课辅班，囡仔来洗礼，然后父母对因来洗礼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情景嘛是上帝大的祝福。好，咱即摆来看咱的导读咱请咱的长老甲咱的牧师到教育馆遐等一下才会要甲咱来熟悉。好，咱做伙来念咱的圣经来，因就听叹上主的话倒转去，就安尼对无？搁一届来，因就听叹上主的话倒转去，是咱爱常常听叹上主的话。伫列王记上卷12章24节，搁一届来，因就听叹上主的话倒转去。列王记上卷12章24节，好，感谢主，互咱常常听叹伊的话。昨暗咱的圣诞节的系统的系列第一摊就是咱的青少年因昨暗这青少年的辅导，大家拢非常有迄个创意用甲足好耍的所以因有67位有22个新朋友伫咱的中间所以这少年囡仔拢是咱将来的栋梁所以爱常常为着青少年祈祷。咱的台湾社会若拢参像咱即款教会青少年，哇，咱的整个的社会就完全反转过来所以爱为着青少年祈祷感谢主。好，搁来今仔日的洗礼咱等一下第二场内面要来举行洗礼咱伫今年嘛有真侪是对外教派转接落来譬如说教会啦搁其他因为带囡仔，为着囡仔替囡仔找教会、找主日学，结果找来到伫咱的教会，听讲咱的教会有亲子礼拜，然后因就来参加，就来体验试看卖者。一个月了后，因感觉讲，因要为着囡仔，然后委身伫咱永光教会。所以有3-4个家庭是因为安尼，规个家庭就来搬来转来咱的教会，要伫遮甲咱做伙服侍上帝。所以咱的亲子的礼拜嘛带来真大的影响力。逐礼拜拢有新的朋友好，这是咱要感谢主的。拄则咱嘛有感恩节的奉献，每一个人你的奉献，上帝拢要大赏赐你，特别伫新的一年，搁较复兴好，小等者
咱伫结束的时，然后咱每一个人到伫门口吼，咱每一个人拢会摕到，哇，咱永光教会新的一年的月历出来啊，吼，来把它翻开一下，有水无？哇，无输去咱的厝探访的时阵吼，看到咱挂咱的永光教会月历吼，哇，感觉足赞的吼。好，所以一号几个，一个就好，好无？好，你无调客厅，佮调便所吼，咱摕一个就会使哦，吼 ，OK， 好，多谢，谢谢。好，再来，再来就是咱的圣诞节，再来礼拜日是咱的儿童吼，咱的儿童的圣诞的庆祝。佮过去21是咱永光教会的圣诞的大庆祝的赞美礼拜，这囡仔咱的商人要比手舞吼，所以是伫12月21上午10点伫咱的教会吼，所以咱大家继续为着这个来祈祷。好，过来就是咱伫12月20。咱的圣诞吼，参加的人拢爱彩排吼，爱彩排，所以咱照这个时间咱的细囝，咱的每一个拢照这个时间来安排好。过来就是12月20，咱的牧师甲长老吼，中集要来圣诞的探访吼，所以这些拢有特别安排这个要圣诞探访的人吼。探访的对象是因为因艰苦无法度来到伫教会所以咱伫圣诞节时阵，咱的中集要来去探访吼。好，过来，咱今年已经到年底吼，所以假使你伫今年本来你有按算要奉献给上帝的，但是你可能袂记一，还是无来礼拜袂记一，你搁转去搁想看卖祈祷，然后会当伫即个月底进行将你要感恩奉献的会当来甲伊完成。然后伫咱的财务部也要开始整理销，要关销吼。所以咱各部区单位，咱的销一定爱算得清清楚楚。上帝钱一角一元，拢袂当出差错吼。所以咱的财务人员拢会当甲即个工作会当提早来甲伊完成。然后咱的事工的报告甲财务的决算表，嘛爱紧交转互咱的会华干事，咱要来编即个合会的手册吼。好，这是咱的儿童甲咱的青少年吼，因要去街头遐报佳音，所以是拜六的下晡吼，所以你若是时间会使，咱嘛甲因做伙伫外口遐唱平安眠、圣诞眠吼。好，这是儿童牧区因的圣诞节吼，过来下礼拜日。好这是咱的养亲吼，咱的养亲嘛有办一个圣诞的深呼吸吼。是所以咱嘛看这个时间是一个真好的时间。12月25，即马有休假吼，佮恢复倒来12月25，圣诞节有休假吼。好，过来咱今仔日咱的圣礼典了后，礼拜了后，咱小会爱召开然后12月28，咱有新任的中集佮有铁三角要就任甲使用吼。感谢主，好咱的冷气的即个奉献吼。即马来到伫189万，感谢主，互咱兄弟姊妹非常的听教会、听上帝，互咱的教会伫即个步调内面会当真紧来进行。即马一直拢伫讨论的中间吼，是所以咱继续为着咱的冷气的部分祈祷以及奉献。好，今仔日真特别吼，下晡咱教会吼，咱嘛有羽球队呢。迄个拍羽球，捌拍过羽球的举手一个，羽毛球啦。咱遮的长辈，恁敢捌拍过？较早无羽毛球吗？好，咱即摆咱的兄弟姊妹吼，透过羽毛球吼，要熟悉遮的新的朋友，然后引出因来教会。所以吼，羽毛球吼嘛是为着要传福音啦。因即摆吼，因今仔日下晡5点吼，讲要比赛了。所以咱嘛来甲，因搁做衫裤真正式咧，敢若国手共款。所以咱的教会就真侪兄弟姊妹来甲因加油吼，因伫遐比赛所以看到侪人透过羽毛球，熟悉咱的教会所以咱为着传福音啥物手段拢做啦。这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吼，感谢主。好，过来。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就是咱的朱大哥，咱熟悉吼，朱志忠
伊伫2日前清扫了，去别个所在清扫，后来甲乌多拜甲乌多拜相弄吼，所以断7支鞭仔骨啦，7支断，顶回讲断6支。伊的太太玉兰姐甲讲，即摆加1支，7支。所以即摆还搁伫病院，小可有去插着迄个细胞，小可流血，但是还好不要紧。伊讲拢毋免开刀，我想讲那遐厉害。伊讲因为伊家己会复原，所以即摆休困，互家己会当复原吼。所以上帝有厉害无？咱物件转去，伊敢会家己囥喺遐，伊家己会复原？袂呢。毋过人的骨头都有迄个复原的迄个溃烂，这就是上帝的溃烂吼。所以咱继续为着咱的朱大哥为着伊来祈祷，嘛为着咱的姊妹旺娇旺娇嘛是车祸。所以即个骨吼，所以2支煞断去。医生讲，哇，你这差1点仔爱甲规支骹拢锯掉，好甲在上帝有甲救倒来所以即马慢慢地恢复。咱的民主姊妹的身躯吼，嘛为着伊来祈祷。好，咱有一个真欢喜的消息，就是咱的银安有伫遮吗？银安，好，银安吼咱的银安甲咱的周修煌长老，咱的修煌长老吼，因的囝周颖要结婚啦，所以伊带的对象是高雄的一个还未信主的姊妹，总是因真欢喜来到伫教会来举行结婚典礼。因为咱的教会礼拜堂是啥物人设计？修煌长老设计吼，所以因伊的囝要结婚。倒转来到伫教会，这嘛是一款的孝念吼。伊的老爸所以因伫12月13要来拜6结婚典礼，伫咱的教会下早10点吼。所以咱兄弟姊妹拢爱倒来甲伊甲伊同欢喜吼。12月13，好，所以请咱会当伫这个时间来到伫教会。好，过来，好，继续所有其他的消息，咱家己来看网站吼。好。来，这个时，请咱来起立。上帝大大祝福咱。耶稣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的心来就满你，光芒把你领到福气，上帝将咱的福气分出去。你伫倒？好，银安要做大家啊啦，吼，咱恭喜伊泡泡恭喜伊哈！伊的囝伫拜6要结婚，咱拢会当来做伙来参加。好，这时咱由咱徛伫牧师来祝福的祈祷。但愿耶稣基督，你为着阮降生的大降节，祝你互阮充满迄个望甲信心。祝你祝福阮伫感恩节，阮主来献上阮的感恩。伫一年来，上帝你带阮经过风风雨雨的时阵，也赏赐阮健康甲力量。感谢俄罗主你的疼，你要对伫新的一年，你加添天顶的福气甲平安，迄个喜乐甲健康，信主倚靠主的心，伫阮的家庭，引带阮的家庭。倚靠上帝，伫礼拜日的时，阮倒来到伫上帝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因为主你讲敬畏你的，你要将你的慈爱赏赐伫阮的后代，直到伫万代、千代、万代，直到伫永永远远。阿门。阿门。
拜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后礼拜个见面，大家请坐，咱的礼拜暂时到这。